神主，你没事吧？少神主，什么少神主啊？我现在是威猛山的大当家的，不当少神主。厨师呢？厨师当。少神主，这话可不好说。你破什么你？我是威猛山的老大，我谁也不怕傲。陈芊芊，你还记得你是来剿匪的吗？谁呀？这小模样长得还挺标致。你要不跟我回去当压寨夫君嘛？哎呀，这是你夫君。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看的夫君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抢回来的。抢来的。那我就再抢一次。你验货啊？你这几块腹肌呀？腹肌啊，这得要。这咱回去说吧。害羞。有什么事咱回去说哈。都给我转过去！哎，你们也别看了啊！别闹了，跟我回去。我跟你说，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人，可是那个人以前说他会一直保护我的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吧，他跟我怄气，还拿山匪吓唬我，最后把我一个人留在营地里。是我不好，我这不来了吗？陈硕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我都快怕死了，我都快，你就把他们的大刀给我带走啊！好了，好了，不哭，是我不对，你打我骂我怎么样都行，好吗？你也是女主角呢。报警！我们偷家了！出去！那这些人怎么办？既然你们认定芊芊是你们大当家，那就跟他一起回营。此后威猛山众人归顺少城主，为他所用。回到花园城后，不准目无法纪，违命者军法处置。走啊！走啊！跟大当家走，走。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好看的夫君啊？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来的？抢回来的。抢来的。说你别本事没长，经常整亮上，谁都敢撩，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喝酒？少城主啊！少城主，来喝点醒酒汤。这是苏子英一大早送过来的，说让你喝下。三公主，子睿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死死盯住苏子英，别让他再给我搞事情了。是。你是收口。